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志在必得新股推介回顧。今個星期外圍好動盪，但係我哋 IPO 推介嘅新股都仲頂得住，相對大市表現已經做得好唔錯。啱啱喺上星期推介嘅廣合科技1989，首日上市高開95.05元，全日最高衝上147.9元，比招股價嘅71.88元高出1倍有多。抽中廣合科技嘅投資者今次真係有福啦！我哋過去都介紹咗唔少嘅新股，一齊睇睇呢張圖先。之前我哋總共介紹咗7隻 IPO， 包括有明明、肯忙、1768、卓正醫療、2677、大族數控3200、蘭喜科技609、沃爾核材9981、兆威機電2692同啱啱提及過嘅廣合科技1989，全部推介後首日開盤嘅第一口價都係升嘅，而平均升幅都有 33.26%。 呢個證明咩？證明我哋選股嘅眼光都唔錯啦，對一眾嘅投資者都有所交代啦。嚟緊我哋都會繼續秉持住 IPO 攻略嘅宗旨，一啲既穩健又有可靠升幅嘅優質新股俾大家。又嚟到新股介紹呢個環節啦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一隻超有潛力嘅新股，就係華源機器人，股票編號1021。呢隻股係中國協作機器人界嘅第2大龍頭 ，Alphen 系列真係好出名，專攻工業自動化同核心運動部件，食正 AI、智能、人形機器人同工業4.0嘅大浪潮。華源機器人嘅前身叫做大族機器人，係2013年成立，總部喺廣東，係全球協作機器人增長最快嘅公司之一。按2024年收入計算，佢係中國第2大協作機器人供應商，全球排行前5。主打業務係研發、生產同協作機器人，主要型號包括有 Alphen Basic、Pro X 同 S 系列輕重載款，仲有核心運動部件，全部搭載自家 HRC 智能控制平台。公司產品用喺 3C 電子、汽車、半導體、醫療、金屬加工、物流等自動化場景，未來仲會延伸去人形機器人嘅核心部件。公司生產基地主要喺中國，但產品嘅出口歐美、亞洲多達44個國家。2024年海外收入已經佔總營收嘅1半以上，係中國最大協作機器人出口商。簡單講，華源機器人就係協作機器人界嘅 Alphen 王者，靠安全、人機、近距離合作嘅優勢，已經搶咗海內外好多嘅訂單。華源機器人嘅定位超清晰，就係工業自動化協作機器人加上核心運動部件嘅解決方案專家，專門服務需要人機安全共存嘅工廠同新興 AI 應用。佢哋強調高精度、輕巧、安全同超易上手嘅特質。機器人嘅精準度真係好誇張，連水杯同碗碟都可以幫你攞，遲啲真係連工人姐姐都唔使請啊！佢哋唔係賣傳統大工業機械臂，而係專攻協作型，主要係解決人力短缺同精準技術呢方面嘅需要。喺實際生活應用層面上，其實好多醫療手術已經應用緊人形機械臂啦，所以精準輕巧嘅機械人臂未來發展空間潛力極大啊！總之，華源機器人就係協作機器人界嘅小精靈，產品唔單止可靠，性價比仲好高，難怪咁多客戶來自海外啦。呢幾年係 AI 應用嘅科技年，佢呢個市場定位真係冇得輸。華源機器人今次招股時間係2026年嘅3月20日至25日，預計3月30日喺香港主板掛牌，股票編號1021，計劃全球發售8078.5萬 H 股，香港公開發售只係佔5%，其餘國際配售仲有15%超額配售權。招股價固定為17港元，最多集資13.73億元，每手200股，入場費只係3434港元，超級親民。聯席保薦人係中金同德意志銀行，公開發售比例低，貨源比較歸邊，相信容易炒得起，上市後都值得大家去留意啊。至於財務方面，公司業績真係增長爆表，係2022年至2024年收入分別1.094億、1.754億、3.104億元人民幣，年複合增長率高達 68.4%。2024年成功扭虧為盈，淨賺1790萬元。2025年前9個月收入2.81億元，同比上升 36.2%， 但係因為大舉擴張業務，錄得1558.8萬元虧損。投資者要留意呢一點。
公司增長主要靠 Alphen 系列賣得好，海外訂單爆發，毛利率穩定，規模效應開始浮現啦。但2025年有短暫虧損，主要係研發同產能投入。總之，收入高速增長，扭虧能力強，長線看好 AI 機器人嘅投資者絕對值得留意。華源機器人呢隻咁有主題嘅股票，基石投資者又點會放過呢？今次會有9名重量級嘅基石投資者參與，總認購大約9840萬美元，佔發售股份比例高，切禁售期。豪華嘅陣容包括有高瓴資本旗下 HHLRA、廣發基金、Morgan Stanley、VVC Technology Fund、誠信集團、浩進投資等等。基石投資者比例高，顯示機構對協作機器人龍頭地位同 AI 智能賽道信心爆棚，尤其有高瓴同大摩嘅加持，戰略投資價值相當明顯啦。至於集資嘅用途都好清晰、好前瞻，主要聚焦係研發方面，55%用嚟未來5年大舉提升同研發新產品，20%用嚟發展全球業務，15%用嚟升級同擴建生產廠房，10%用作營運資金同一般企業用途。華源機器人招股首日孖展已經衝到去18.8億元，而公開部分超購已經多過30倍，熱度真係爆燈嘅。大家最關注嘅入場費只係3434，基石陣容勁，中國協作機器人出口第一，同 AI 人形機器人潛力無限，再加上外銷嘅經營策略，為國家賺取外匯。喺咁多嘅利好因素裏面，預計暗盤同首日開盤價都會相當靚。但係有一點，投資者都要留意，行業競爭同擴張期嘅盈利波幅比較大，所以上市後股價波動係在所難免。總括今次新股介紹，華源機器人絕對係一隻賽道超熱、增長爆發力超強嘅 AI 機器人新股。最大優勢係中國協作機器人有 Alphen 系列王者，收入 CAGR 有 68.4%， 已經扭虧為盈，基石投資者強，而入場費都只係3434元，孖展熱度又高，相信會吸引一眾散戶參與，係整體增長確定性高，前景又貼合環球經濟主題之下，整體評分5粒星入面，我會俾4.5星。如果你對呢隻股票嘅前景有咩想知或想問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下集 IPO 攻略再見，拜拜。